在地消息来看，屏东有旅游团昨中昼是到一间海产餐厅去食饭，了后要暗暝煞陆续有人冰白身体无爽快，转送病院，怀疑可能是因为去食到刺龟。卫生局今仔日也到餐厅采检，要厘清敢是食物中毒。 卫生局人员透早进门采检，屏东垦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事件。该人一个180人的公司旅游团15中昼到垦丁一间海鲜餐厅食饭了后，尾马到大个饭店的时阵，煞开始有人冰白甲身体无舒适，紧闭送医。另采集环境检体6件及10余检体1件送验。 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，重判是否确属食品中毒案件，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。身体无舒适有9个人，其中包含一个12岁囡仔，经过治疗了后，无大意就回去饭店休困。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也未食暗顿，有人怀疑问题出伫中大餐厅，因为有一个菜是凉拌刺龟皮。 因为它那是无毒的河豚，它不是日本吃的那种有毒的河豚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物，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要等他来跟我讲，我才会跟他才了解，因为他也没跟我说。 业者表示，目前一步接到旅行团反映，卫生局表示会调餐厅食材来源制作过程，佮采集相关检体化验，后续会调查清楚是毋是食物中毒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